客家料理轻松做的单元，我们要带您做的是芋香排骨。这道菜芋头很重要，用的是高雄甲仙的芋头，它的口感绵密，香气浓郁。只要用简单的蒜头、酱油调味，先炸后蒸，就能够带出芋头独有的香气。带您一块来品尝。高雄甲仙的芋头全省闻名，因为大多是腐殖土、沙砾土，所以相当适合种植。它到了它成熟期的时候，它的叶子会开始一直在萎凋。它为了就是要让这个整个芋头淀粉能够沉淀，所以这个才会造成说我们甲仙的芋头就是很 Q。甲仙的山芋一年一产，因为种植在丘陵地，可以自行调节温差，所以山芋质地细致，口感松软，还有浓厚的芋头香气，可以说是芋头中的极品。不论是甲仙的山芋还是水芋，拿来入菜都相当美味。像是芋香排骨，就是店家的招牌菜。用鸡蛋抓嘛，就是让它渗透。排骨用鸡蛋抓腌，肉质较为滑嫩，再用胡椒、香油、盐巴、酱油来调味，裹上了地瓜粉，就可以下锅油炸。除了炸排骨之外，芋头、蒜头也要一起下锅炸成金黄色，这样才能够锁住香气。让它脱水，表面上有一点焦黄，这样那个香气才会锁住。要进蒸笼之前，还得再多一道工序，必须要用酱油膏跟黑糖做成的酱料，替芋头排骨淋上美味的外衣，而蒜头也不能少。业者说，用简单的配料做出美味的佳肴，是当地客家菜最大的特色。完成调味，就可以把芋头、排骨送进蒸笼，至少要蒸上40分钟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芋香排骨。芋香排骨出炉，为什么很多人就爱这一道菜？因为芋头的香气飘进排骨里，非常入味；而甲仙的芋头吃进嘴里，则是口齿留香，令人惊艳。咬下去那个香气就冲出来，芋头的松，而且带一点 Q， 会弹牙，会黏牙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们甲仙芋头的特色。芋香排骨完美诠释甲仙芋头的特色，自己买回家轻松料理，也能够品尝到甲仙的紫色奇迹。沙砾汉土下，灰紫色格外浪漫。客家子弟挥汗收成，用大火热力氤氲盘中香，入口即化的经验，烙印饕客的感动时刻。